有一天他打电话去电视台的后台给我说：“彭总监，你还要当我是个师傅吗？”我说：“我们现在不要讲师不师傅的，你到底能不能把它治好？”可以。后来因为一句话翻脸，他说他必须脱光衣服，跟他两个人，他要从，听懂意思吗？今天一定要爆料一下，这也是王小华哭着来跟我道歉的一件事情。在我差不多45岁那个时候，话说这就是20年前，我们在还是在录鸟来播的时候，身体最坏，遗传性的高血压来到，哇！这高血压一开始又不想吃西药，结果就吃一些中药啊，干嘛越吃越糟糕。王厂介绍了一个老师啊，这个老师一来名片拉出来，我吓一跳，我只记得5个字：宇宙无敌大天才。那这个人就是要来帮我就对了。我们这边他长相他侧边这里是凸出来的，就你这边看有一颗珠在这里。我那个老师那一天认识那天是在 KTV 里头，哎呀，员工你管他半夜要喝啤酒，不去，列完天接触给你们。我的认天才主要，其实他在喝了，6瓶好像他喝光了。他说你要拜师，我说好，我拜几下，那随便。好，那我就展现我的诚意，我就拜36下磕头。结果他说恭喜，你已经告诉我来听了。我看到我没努力。有一件最重大的事是这样子，是有一个朋友他生病，他没事就捶他的肚子。她是一个女生哦，这个人到底怎么样？看遍所有医生，西医、中医，什么都看，没有用都没有用。后来有一天他打电话去电视台的后台给我说：“彭总监，你还要当我是个师傅吗？”我说：“我们现在不要讲师不师傅的，你到底能不能把它治好？”可以，但是要收费。没关系，你说1000万。我那时候心虽然想了一下，但是电话嘛，我还是很冷静的跟他讲说可以，我可不可以分期300、400？可以。后来因为一句话翻脸，他说他必须脱光衣服，跟他两个人，他要从内部治疗，听懂意思吗？传说中的双修，我翻脸，我那时候3字经就出来了，咔就挂掉了。然后王厂是哭着来跟我道歉，我说对不起，做什么不关你的事。王厂啊，后来的他是变成是喇嘛的信徒，西藏喇嘛的信徒，然后每天都带着很虔诚的心，包括他现在私底下讲话的那种态度啊，那种柔软的那种，哎呦你好，一心向善啊，好像也是吃素。